天读了，第3天哇晚一点读，第4天好读少一点，第5天就已经好就 delay 了，然后就忘了。我们要立志，就是要恒心来持守，而最后我们能不能去面对这真实的社会，为主勇敢而发声呢？你知道台湾的贫富差距有多大？最有钱的跟最贫穷的前5%跟后面5%是差几倍？贫富差距66倍。最有钱的台湾最有钱的5%的年收入，家庭收入在450万，最后面最贫穷的家庭年收入在6点多万，这当中差了60几倍，而且是史上最高，一直在增加。右边有一张图表，那个图表就是年收入超过1000万的家庭，年收入1000万超过一个月赚100万，这边有没有年收入1000万？不要举手，因为你会很危险。年收入超过1000万的家庭，台北市有4000多人，4700多人。然后你看连江县几个人，没有半个人。贫富差距非常的悬殊哦。好，越有钱的越有钱，他们能够用这笔钱再赚更多的钱。没有钱的人越没有钱。好，问题在哪里？是他们自己活该吗？他们命不好吗？他们自己倒霉吗？我相信这个议题不是丢给别人，我们应该都来思考。我们大部分人都可能居住在这当中，好，你可能不是 top 的5%，也不是最低的5%，但是在这个数字的背后，涵盖是什么？涵盖是很多人的生活，是你可能没有去关心过。一个80几岁的阿嬷，她还必须每天早起出去卑微的捡回收，去收拾。然后一个年轻的小伙子，可能20岁就开着跑车在路上跑来跑去，可能这个阿嬷在从旁边走过去卖兰花，他连车窗也没有摇下来，他只要随便给他，他口袋的这些零钱，可能就够这个阿嬷好几天的生活，但是他却漠不关心，不闻不问。你看有钱人住的房子，右半边有网球场，有游泳池，每个人阳台都有一个什么东西的。都有一个泡汤的水池，然后左半边是贫民窟，都是铁皮屋，都是木板。当然这不是在台湾，好，这一定就是在中国。好，中国的贫富差距比台湾更夸张，但是这些问题是不是就这样当做一个看过去就好，笑一笑就好？它是非常的严重。如果你是住在这贫民窟，你根本没有机会来到迦南教会；你是住在那个有钱的大楼，你可能也不会想要来迦南教会。而我们所接触教会所接触的人，大部分都是中间的，但是最富有的、最贫穷的，好像教会没有什么福音可以传给他们，教会不能够为他们做什么。台湾的贫富差距的这个图表，好是急速上升，从这个最低的到最高的差了66倍，而这个是今年8月份，好，今年8月份好的这个数据。而在这样贫富差距当中，政府好，他有做了一条蓝色的线出来，好，就是透过社会的补助来缩小那个贫富的差距。但是那个补助好只是短暂的，杯水怎样？车薪，好，你们的国语程度还不错。一杯水，好，你怎么去救那个一整车都被火烧掉的木材呢？杯水车薪呢？在我们台湾，我们的国家就已经开始被火烧了，但是却没有人发现。富豪的消费不手软，这个百货公司刷卡周年庆，刷卡3000万送一台300万的跑车，马上就被开走了。然后1000万好的这个什么1000万的这个什么刷手都会有，可是呢，穷人他却是要去菜市场，等下那些菜贩都收了之后，在菜市场里面去捡叶子、捡叶菜，不是自己吃，可能回去给他的小孩，回去给他家人吃。有人在路上趴着行乞，但是有人在路上讲着电话，开着心的聊天。你可以看到那个，甚至他的根本眼神完全没有交集。当他在讲电话很开心的聊天走过去的时候，他完全不知道在地下脚边有一个人趴着跟他要，他需要帮助，需要救济。刷卡刷得不手软，但是却有人要捡菜来度日，这就是我们所过的生活。有些人的口袋随便一掏出来都是好几张，但是贫穷人每天只能看着那些钱一直变少，一直变少，甚至为了钱，很多的家庭
全家一家4口烧炭自杀，好，然后跳海的也有，自杀的也有，然后走上绝路的也有。但是呢，对这些开着跑车、开着这些名贵轿车来讲，这些好像跟他们有没有关系？他们也不会去关心这些事情，因为他们光去赚钱、追求金钱，就追求不完。但是在这世界上，贫穷人占了全世界的70%，贫穷人占了全世界70%。台湾的穷人还不是真正的穷人，全世界70%人都是穷人，而他们能够给他们什么样的福音，能够给他们什么样的好消息？我相信上帝在呼召一些人，我相信上帝要告诉我们一些事情。今天的问题思考是：当你身为一位法官，但是你必须宣判自己的孩子有罪的时候，上帝就是那个法官，而他却必须在6个外邦国家当中，把自己2个孩子点名进去，你们都要被判刑，你们都要受刑罚、受惩罚。我不知道你的心境会是如何。我相信上帝他非常不愿意，但是他必须，因为上帝的审判，上帝的代表他的管教，是要使我们与他更亲近。而对当今台湾的贫富的问题，你有什么样的体会？可能就在你班上，或是在你居住的地方，有很多的穷人，我们能够为他们做什么？而上帝的原则是什么？还有，当上帝呼召你，上帝兴起你，要你做先知，要你做拿细耳人，要你来跟随他，要你来服侍他。现在对你来说很容易，但是接下来要走的路才是挑战的开始。你要怎么样保守住，而不会受到世界的扭曲？让我们更多用上帝的心、上帝的眼来看他永恒的旨意。神所要的是行公义、好怜悯、存谦卑的心，与神同行。神所要的是我们竭力追求良善，摒弃一切邪恶的事情。神所要的是要我们为那孤儿寡妇伸冤，为那受屈的伸冤。神所要的是要叫人得生命，并且使人的生命能够得得更丰盛。今天我们都领受耶稣的祝福，得到丰盛的生命，而你能不能把这丰盛的生命再去分享给人，再去传给别人？很多人他很需要耶稣，但是他连听的机会都没有。很多的穷人很需要福音，可是却没有人去传给他们。我们在这边一起来祷告，为我们自己来祷告，不只是为这些贫穷的人，为我们自己来祷告。我们身为台湾的一份子，我们身为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居住长大的一份子，我们是不是真的关心台湾？我们是不是关心台湾所面临的问题？我们真的是不是关心台湾在国际上所面临的这样的窘境？台湾走不出去，台湾没有名分，台湾没有地位，在国际上是什么都没有，好像虚拟的。你能够接受这样的事实，继续这样接受吗？台湾没有主权，台湾没有声音，全球的高峰会在开会，台湾不能列席，参加都不能参加。你我都是台湾的一份子，让我们一起来关心，一起来祷告，求神真的是开启我们的心，开我们的耳，让我们真的能够去听见神的声音，让我们真的是看见神的公义、慈爱，向着我们，向着世人，向着全体的人。我们一起同声开口，为自己来祷告。我们的父神，我们在这里要为向主来祷告。主啊，是的，你呼召我们；主啊，你兴起我们；主，你从我们当中来兴起那先知，从我们当中来兴起那拿细耳人。主啊，我们要特别为着在这社会上不公不义的事情，主啊，让我们看见的是在这社会上贫富差距的事情。主啊，让我们看见在这社会上，主啊，是有许多的灵魂失丧，主啊，是有许多的穷人等待救援，主啊，是有许多家庭，主啊，面临在活不下去、走不下去的窘境当中。
主啊，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去帮助他们，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去贴近他们。主啊，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去安慰他们，把你的福音，把你的救赎，把你的救恩带给他们。主啊，帮助我们，帮